不了在。我迄上将上地啊，不要讲我，我大啊，个红面个食食好无？好咧，这些都能到。所以所以说，人家气我活气，我若生气总当气，要是气准没人气，想想来就没生气。气气中啊，讲不凶。然后给他只会气就气，啊你看说给他三不如所以注意他过去会讲啊。咱人的心哦，比鸭落较紧。为什么？在鸭落中间哦，鸭落较低的时阵哦，咱就讲过活，还是好起来。啊，咱人来讲，今天人娱乐的感受的，心就脆掉。你看，所以我们的情绪要把它管好，这是第二点。所以情绪怎么关？快乐是无情关。第三个是短期的为当哦。有现在的就是咱欺压，都是污名。污名看起来，污名的是一个污名，污名的是无了解真理，无了解真理，这就是污名。另外一个叫做复杂，无感冒就是